大家平安。平安。咱安静咱的心，咱伫圣殿的心是欢喜的，咱的心是要专注伫耶稣基督宝座顶的主。下面咱用信用个别，咱用四道圣经来个别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前来受苦，定死地死，埋葬落灵。对世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右边，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那么用感谢进入圣殿来学了伊。因为圣殿互咱的心会当安静，圣殿互咱的心会得到平安。咱们从喜乐来感谢天父上帝，荣光是归伫伊。因为伫咱的心中会经历到真奇妙的疼，真奇妙的祝福，真奇妙的想出伫咱的心上。咱们来学了伊，咱们来学了伊，学了耶稣圣名，罪得赦免，得自由。愿圣殿充满娱乐，愿圣殿充满娱乐。咱做来吟一首《圣殿充满娱乐》。圣殿充满娱乐，我心充满平安。充满娱乐，圣殿充满娱乐，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圣神也要充满咱。伫咱的心是火热的心，伫咱的心每一项代志，咱要倚靠上帝来行。咱要行伫上帝为咱备办、为咱指示的道路。咱的性命是丰富的，咱的性命是成熟的。咱的时常甲主讲：主啊，我真是微细；主啊，我真软弱；主啊，我需要你开力帮助我，互我当勇行，互我当勇行，为咱主做见证。咱做来吟圣殿充满娱乐，圣殿充满娱乐，互我的心充满平安。圣殿充满娱乐，我心充满平安。喜乐甲阳光，真奇妙伊相思我。我了耶稣生命，最赦免的
天充满乐乐。圣殿充满乐乐，我心充满平安。喜乐甲永恒，真奇妙伊受赐我。乐耶稣生命，最少。愿圣神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愿圣神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是愧罪的心，是仰望主的心。咱单单要来仰望伊，敬拜主。伊是救赎咱的性命，无含伫即个施恩。无主的仁爱甲慈悲，是要做咱的免流。主耶稣配得咱来敬拜，主耶稣是配得咱来高举的，因为权能、荣光拢是归乎伊。咱要学了伊。主耶稣是平安的主，主耶稣嘛是咱的老师，主耶稣嘛是咱活命的主，主耶稣嘛是医治咱心灵的主，主嘛是咱透办咱的心内得到开阔的主。咱做来吟这首仰言台语来吟，敬拜主，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永恒宽容，一切恶乐拢归乎伊。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对对保障，权柄是乐，高低万分。敬拜主，对头搁一届来。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永恒宽容，一切恶乐拢归乎伊。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对保障权柄是乐，高低万分。心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学乐，当心学乐，永远不落。敬拜主，敬拜主对的主，100倍名，空地荣耀，万福的咱起立，咱做来吟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永恒宽容，一切恶乐拢归乎伊。敬拜主，敬拜权柄的主，对伊保障，权柄是乐，高低万分。心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学乐，当心学乐，永远不落。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100倍名，空地荣耀，万人的乐。敬拜主。敬拜主。
上帝是真奇妙的，咱的上帝是甲咱创造拢招备，最后一天，但是创造人，咱感谢伊。这个工程是很浩大的，因为伊创造自然，所以伊是自然的爸，永远的爸。天地万物拢嘛要三角应声来学了伊，来学了伊的尊名。树木、苍云、水泉、江涌、大海、悬山，拢显明着伊大作为，拢显明伊的荣光，拢显明伊仁爱、公义、骄纵。咱用华语来吟，你真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属。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心属。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用咱的心灵来唱，主啊，你真伟大，主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主啊，我们天天要谢谢你。你真伟大，从早晨到晚上，我们要谢谢你。主啊，你真伟大，因为你们预备的是非常非常的全备。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
感谢你，今日圣所来学了你，感谢你，你真的很伟大，你是创造养饲阮百姓，你大声用真大的工程来为阮预备一切，交俾咱来创造阮，阮感谢你。我们因为你的奇妙作为，因为你的生命来夸口，来学了你，来荣光你。因为阮伫你的内面有搁较诚实的生命，会当来领受你真正丰盛的祝福。伫阮的生命会经历每一站拢无同款的经验、的体验。阮感谢你差遣圣神保惠师来引带阮、保护阮，互阮的生命有时嘛歇气的时阵，因为主你的温柔的声来叫醒阮、来提醒阮，互阮无陷落伫歇气的纷争。毋通互遮个好的事来成做阻挡稳定的祝福。主，阮感谢你。虽然阮经历着百般的试炼，但是阮嘛要诚做大大的喜乐来感谢你。嘛，互受伤的，你要互伊来得到复原，搁互伊来得到医治好，搁将丰盛的平安甲诚实显明伫因的身上。今仔日，老兄弟姊妹心神软弱，身体软弱的。你嘛要互因来得到医好，你嘛要互因的心灵得到饱足，得到心灵得到满满的稳定。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继续开声来祈祷，这是咱讲道的时间。天父，我要感谢你赐下恩典，互阮会当有美好的教会，会当见证你的同在。我们学了你，你是公义、搁信实的主上帝。主啊，你嘛是耶和华以勒，求你会当摕教会来备办，搁较够野的经费，互教会伫建堂的刑款顶悬，伫财务顶悬，会当经历搁较大的突破，会当早日来申请建堂的费用。主，我嘛要为着教会的儿童来祈祷，求你帮助教会的儿童，因会当依爱你的话语，互圣经的真理，成做因生命活泼的引带。伫主里奥的学习的过程中间，会当搁较明白你，经历你的疼。我嘛要为着教会的青年来祈祷，求主你赐予教会的青年会当有亲像但以理同款的智慧甲聪明，帮助因伫学业的压力顶悬中，会当得到透放，会当好好管理因家己的时间，嘛伫即个 AI 数位洪流中间，因永远会当掠着耶稣基督做因生命的中心。主，我嘛要求你特别会当加添体力，互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若是有身体欠安的，求你保守因，伫你内底，因会当享受一切的平安。伫因的身体特别艰苦的时阵，因永远要经历对天父你遐来丰盛的恩典。祝福伫阮中间，若是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因的身体、因的病痛，因拢会当紧紧的好起来。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上甲做伙来启应，记载伫启文的65篇。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见有大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因为这个代志已经过去，
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米拢换新。伊阁讲，着写起来，因为这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神安法甲同伊家，是开始才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伊啉。得胜的人会先食这个，得胜的人会先食这个。因要做我的兄弟。即时他们做伙来因信信诗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请会众起立。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欢喜看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主受赐我恩典真多，我要专有无当。我要通祈求阮的愿，愿你可以感动。我这路无是上帝你，你有透我无罪。主我所听你的心，实在最真可贵。我要伫世间人面前，对主写我的愿，伫你心写耶路撒冷，何等尊高永远。请坐，即时咱要邀请新歌队来学乐。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我的歌要亲上主》。
即是教会消息报告的时间，请很开咱的酒报，做伙来看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会后举办新歌队的聚餐，请新歌队的队员会当留意时间。佮第二点，另外今仔日的小组暂停顺延一周。第二点，今仔日下晡2点半，永爱合作社的社员会议会使用本会3楼的会堂，请社员兄弟会当得意，而且会当注意爱准时出席参加。另外，因为参加的人数较济，请本会社员的兄弟会当合作交通甲招待的部分。第三点，为着帮助信徒的灵性性命会当受装备，生命更较蒙福，了解信仰的真谛。欢迎兄弟当踊跃参与门徒训练造就班，时间是伫每一礼拜的拜二暗时7点半到8点半，以及每一礼拜的拜六的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第四点，后一礼拜的主日，咱要举行第一摆的新礼典，佮转接落予有家荣姐妹，若有意要参加的兄弟，请牧师来报名，而且咱嘛要请兄弟做伙来关心代祷。另外，1月24号拜六暗时6点，嘛会举行第一摆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会当准时参加。当日的下暗7点，嘛会召开转接落予的座谈会。咱做伙来念一礼拜的经句，咱先做伙念台语。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唔通为己地以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103篇第2节。这是我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申命记》11章第7节到第8节。只有恁亲目看见耶和华所做一切大事，所以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诫命，互恁壮胆，会入去新接恁所要过去新接的地。接着，咱要邀请哲恩小朋友来太阳烟花1来读这段的圣经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我来读圣经，《申命记》第11章7到8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入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感谢咱的主日学的小朋友，咱们做伙来唱圣诗189首，主属永远绵羊。时间交予牧师。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台前吼，咱做伙来祈祷，来甲因祝福。因今仔日正如咱的执事吼，要带领因老师要带领因的主题叫做“请找见我”以赛亚书，所以咱做伙伫祈祷的中间，求主来找见因，嘛找见咱的生命，做伙来跟对主的脚步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来那个。新宇是不是？宇轩哦，宇轩，不好意思，来到台前来哈，牧师来为你们做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哈，把眼睛闭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神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享受到神你所赏赐的平安与喜乐。感谢赞美主，能够将这一群孩子带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是从神那边领受丰富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宝贵的恩典，透过洁净我们的生命，透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为神所祝福蒙恩的基督徒。主啊，谢谢你带领这一群孩子，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用神的话语
甚至我们要用祷告的心来为这群孩子来祷告。愿神将平安喜乐赐福在他们成长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他们依然在神的面前向主说：主啊，请差遣我，让我的生命能够为主而活。感谢阿拉主，让我们会当三甲用祈祷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来听，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弟兄兄弟，大家平安。你边仔兄弟讲，愿主赐福保护你。佮甲伊讲，你着爱看见主的亮光。每一摆咱来亲近主，咱拢在领受主的真理话命的话，所以咱着对主的话语的中间，咱着求上帝帮助咱。咱要安怎样通看见？因为当咱若看见啊，咱着亲像即个今仔日的主题吼，咱若看见，咱着安怎？会惊啊？袂惊？你着袂惊啦吼。我会记得有一摆咱应该拢有即种经验啦吼。暗时啊吼，困起来吼，你咧行来行的中间吼，敢若看到一个影，黑暗的所在看到一个影，你会惊到袂？会惊到，向有惊到。但是当你惊到了，你电话搁甲拍开的时阵，你看到讲哦，原来是昨暝吼，我甲迄衫挂伫迄个所在，吼无甲放伫遐啦。你也做讲，敢若有一个乌影，你咧想讲这我是咧惊啥？吼这就是我足介意的衫嘛是这我做的动作，吼。所以当咱若看见，当咱若了解，咱若看见会快乐有大无？有看见甲无看见有差别无？是有差别的。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跟咱做伙来分享，一个看见的快乐。看见的快乐，就是互你心中的迄个惊吓，那种恐惧就会怎么样？就会消除。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看见主的亮光，互咱伫看见主的话语所要对咱讲的话，互咱明白咱的生命要安怎甲主讲。主啊，我已经看见了你，我也无得惊，我只有勇敢向前。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这段圣经在《申命记》第11章第70到第80内底，这段圣经节也就是上帝为咱备办一个稳定的纪录片。好，你若来看今仔日的第70到第80的头前半段，第1节到第6节，这段圣经节吼，你有手边有圣经，还是你手机啊有 APP 的圣经呢？我邀请你，牧师邀请你，你会当甲伊拍互开。申命记第11章第1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看。你若无这个软体吼，你嘛无圣经的，你会当看咱的 PPT 吼。牧师为咱备办这个这个经文。这段圣经节是摩西伊对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叮咛啊。这个叮咛就是因为因当时准备要跨过这个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摩西伫这第1节甲第6节在描述一个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摩西伫今仔咱所看圣经在第1节到第6节内底。是一个对以色列历史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嘛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咱做伙来看，内底伊讲到啥物？好，你若看第2节内底，伊有讲到，伊第1节先讲，恁着爱耶和华恁的上帝，常常遵守伊的吩咐、律例才会诫命。恁今仔日着知影，我本来毋是甲恁的囝儿咧讲话，因为因安怎？因敢知影？因为伊毋知影，伊嘛无看见，因为伊无看见上帝管教甲迄个威严、甲迄个大能的双手，安怎带领因安怎？第3节甲第4节讲到啥物？第3节甲第4节讲到上帝伫埃及对法老王安怎行迄个新约，互
互即个红海，甲即个埃及的即个兵啊，安怎甲伊淹去？吼，所以兄弟姊妹，伫遮上帝伊安怎咧甲咱讲？咱过去努力，甚至咱过去绝望，咱你会想讲啊？我靠，有啥物努力啊？我靠，受做啥物努力的身份？有无？会袂？你信主以前，甲无信主以前，信主了后，你还阁是亲像一个困绑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偷绑的人？这就是奴隶的身份性命。所以，这个《申命记》内底，咱看见第3节甲第4节，摩西特别来提醒遮的以色列百姓，咧甲因讲，对伫遮资深的信徒啦，也就是遮资深的遮以色列人啦，咧甲因讲，遮拢是恁初信火热的啥动力啊！恁当初初信的火热的动力，就是上帝看见上帝为恁所做的。接续第5节，伊讲啥？伊讲，而且伊伫旷野安怎对待恁，直到恁来到这个所在。兄弟姊妹，上帝安怎带领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因出埃及了，伫旷野做啥物代志？因迄当时生活拄着安怎？会拄着打扫的干旱袂会。然后无欠缺的时阵，无水的时阵，拄着啥物代志？上帝手术啥物？玛纳互因食。所以兄弟姊妹，甚至因无水通啉的时阵，对石盘安怎出水泉？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安怎带领因过去伫旷野中间，安怎帮助因带领因来到迄个所在？第6节，伊讲因也无恁这少年的吼，过去这儿女吼，恁这儿女拢无看见上帝安怎样对待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跟亚比兰，对安怎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开喙，然后甲因吞食因遮的所有的家园，甚至呢伫帐房内安怎甲因一切所有的物。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的起因，牧师爱伫遮甲咱说明。这是发生伫以色列百姓当因出埃及了后，因伫迦南地的路上所发生一个足重要重大的反叛。因集体的反叛，这拢是以色列百姓哦。因集体的反叛，因做啥物代志？你有机会掀开圣经吼，《民数记》第16章，《民数记》第16章，内面咧讲起这个权力的挑战啊，就是这个大贪甲这个亚比兰，因是流便支派的领袖，因联合可拉，就是利未人，联合这利未人，然后带领250位的真有名望的领袖，因做啥物代志？因公开挑战摩西甲亚伦啊！他们公开挑战摩西跟亚伦，挑战什么？挑战啥？因讲哦，《民数记》16章第3节讲哦，讲因组织攻击摩西、亚伦，讲恁擅自专权，专会众，阮遮大家拢是圣洁的啊，耶和华嘛伫阮的中间啊，摩西啊、亚伦啊，恁为什么自觉超过耶和华的这会众呢？阮这会众呢？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对咱来讲非常的要紧，因为伫迄当时以色列百姓，因无顺服，因无服这个摩西甲亚伦的领导啦，甚至因咧怀念埃及，因开始埋怨摩西，将因带到这个旷野咧受苦。因认为讲摩西无有这个兑现，他们没有兑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因看到是眼前的限制，因看到是眼前的不足。因看到是眼前我都无法度嘛，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故事的中间，上帝的审判就开始。上帝的审判是啥？地就开。摩西将这个事，摩西做啥物代志？摩西听到这个话了，因做啥物代志？因就交予上帝来裁决。隔日，这群人就徛伫家己的帐房的门口口，新日就发生。迄当时摩西当话讲了这个地开了，将这个大贪，甲这个亚比兰，甲因的所有的家园，遮因所有拥有的财产，拢安怎吞食去？
然后呢，对着这个吞者去了后，这个反叛者或者全以色列人，伫因的面前安怎当消失去。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目的要证明摩西的领导是人所设立的，还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啥物人？是人吗？若是人的话，安尼就真正像即群大贪甲亚比兰所讲的啊。摩西亚伦啊，恁擅自专权，恁是骄傲的人，恁为什么？你凭什么来带领我？知影我的意思无？摩西伊的身份毋是人所设立的，摩西伊的竞选是上帝对伊的竞选。所以兄弟姊妹，摩西的领导是上帝所设立的，而且伫迄中间咧警告这百姓，毋通侮慢上帝的啥秩序啦。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摩西伫这段圣经才特别咧讲起这样代志？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今日这段圣经在咧甲咱讲起，看见上帝公义啊！咱到底要看见啥？你看见啥？你看见啥会当毋免惊？是看见你的环境已经足富裕啊吗？是看见你的烦恼拢无啊吗？还是你看见上帝公义甲上帝管教？兄弟姊妹，上帝大作为毋简单地将红海分开，救你的活命。上帝在意的是啥？当咱愿意来军队主侍奉主的过程的中间，咱彼此内心彼此的顺服甲合一。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同工是何等的美好。顺服、合一、同心，这拢是咱真要紧的生命力。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有看见上帝公义啊无？第二，你有看见人的软弱无？大贪因反叛，是因为因看无到上帝的远景，因敢若看到眼前的沙。所以呢，因不断伫遐咧重蹈覆辙，伫遐咧想讲，这摩西亚伦是安怎要安尼来带领阮？无代无志，阮伫埃及都好好，阮伫遮生活虽然阮是做奴隶，但是我毋免去烦恼遐有诶无诶，佫无通食。所以兄弟姊妹，当因看见上帝秩序伫伊诶心中诶时阵，你就袂佫行过去无合上帝心意诶旧诶路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大桥教会有对703项行来到伫大桥5家无？你有去经历着无？就算你无参与伫即个过程，你今仔你有愿意要下定一个心愿，讲主啊，感谢你，你带领互我会当来到大桥教会，我愿意会当来军队主的脚步。虽然我过去有遮个过去无好的经历，但总是我相信，我看见上帝你伫我的生命中，互我安排一个生命的秩序。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就开始有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在第70甲第80所讲的。只有恁，咱做伙来读吼，台语汉语版吼来。只有恁亲目看见耶和华所做一切大事，所以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互恁安怎壮大，为入去承接恁所要过去承接的地。兄弟姊妹，你有想要承接这个蒙恩的地无？我相信咱拢有，我相信咱意爱，但是恁着爱安怎？着爱壮大。恁若要壮大，恁着该安怎？恁着爱守上帝今仔日所命令一切诫命。恁若爱守，你着爱去看见。你若无看见，你无法度通守啦，你守袂掉啦，你嘛看袂到啦，因为你都看袂到，你要安怎守会掉？我最近即摆我伫看叮咛我的囡仔，因即摆学期刚刚结束功课无好，6甲比顶摆佫较歹。我奇怪你比过去都较认真，啥怎心情愈来愈歹？我后来发现伊根本就无看见伊所咧读的是啥，伊毋知影伊咧读啥，这足严重当伊若无看见伊所认捌的即个科目，伊只不过是咧死背啦。
啊，这个死背只要环境，迄天要考试前一日我就特别背伫伊边仔，顶铃甲10点外，隔天我想讲心安已经爸爸会安尼陪伴中间完成伊的功课的准备，应该袂歹。结果成绩出来煞比之前更较歹。所以我就会当理解，我咧跟因的老师咧讨论的中间，因的老师讲奇怪，泽恩爸爸，恁囝就安尼拢会晓呢，啥成绩安尼啊？我讲可能我前一暝互伊伤大压力啊。甲你边仔兄弟讲唔通有压力，甲主同工唔通有压力，甲主同工唔通有压力，甲牧师同工嘛莫有压力啦。虽然牧师拢会讲足直接的话，但是牧师要邀请咱。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是要互咱更较看更较远，看更较阔，互咱所领受的会当更较紧来承接上帝所要为咱备办承接的土地。所以兄弟姊妹，摩西唔是要讲恁着爱勇敢，所以去冲吧，唔是，伊是讲恁着爱看见上帝的大气力，因为当恁若看见上帝的大气力，恁着有资格唔免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陪伴咱身躯边的人，当你若有看见这个，我相信你会看到什么叫做生命的拯救哦。上帝要救你，你就看得到。所以你就会了解讲，真正呢，上帝过去真正安尼救我脱离迄个苦难甲困境，有无？咱的教会有这个经历无？有呢。兄弟姊妹，你就会看见上帝的供应。当你无的时阵，哇，真正安尼回想起来，牧师去看这个。咱的教会建堂对2019年其实开始咧奉献咱对偌济，对当然教会有卖掉啦，哇，对500-600万，然后即马减，还佫有够呢。上帝真正赏赐互咱，真正拢足丰富呢。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拢参与有着。意思是啥？意思是无论你的一块银，无论你的一份心力。无论你所做的每一项动作，拢关系着大桥教会起做重要的工程之一。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看见上帝的供应，你唔若会当解决上帝要安怎甲你饲好吧？上帝要安怎互你坚固你所要行的路？第三，上帝要互咱看见管教，咱看见大摊的事件，上帝互咱学晓安怎，搁较敬畏，搁较谦卑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常常为着咱教会牧者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安那讲，我们用华语来念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愿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去看见神所要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所以上帝嘛要带领咱，牧师要用几个跟咱做伙来分享，咱的信用生命要安怎对看到。行到迄个所在，我相信有个人佫敢若安尼皮敢若看有，但是佫毋知影要安怎行，对无？你一定想讲我知影但是毋知影要安怎行到遐。第一项牧师要跟咱分享的，就是安怎？你爱分享我看见的稳定。甲你边个兄弟讲，你有看见你的生命的故事无？你有看见你生命的故事无？兄弟姊妹，牧师要邀请咱。遮有讲到是一个资深信徒的传承，资深信徒的传承。兄弟姊妹，如果你伫教会，你做足久的信徒，你会知影你的生命是啥？你的生命是保障保障、保障，是保障，毋是保障。保障是保障，保障，是保障，保障。为什么讲咱是保障？因为上帝互咱今日所看圣经在，上帝互咱伫咱的感情、咱的生命的感情，有经验做才会稳定无？有无？所以你是保障哦。但是你爱分享无？哎哟，因为安怎？这份经历是非常的珍贵。对一只的当加入伫教会的信徒，当新落户的基督徒，伫呢生命的中间安怎？也佫有真侪生命经历，因了毋捌的。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拢是资深的信徒的时阵，咱着爱知影，咱要安怎改变咱的行动力，
咱咧重新去定义，我即马做一个信徒，主的信徒、门徒，我要安怎改变我的行动力，互我的生命会当真做传承互另外一个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来贡献咱的价值的方式，就是安怎？咱唔通搁伫遐咧搬重物啦，跑来跑去啦，了解无？咱来开始思考，咱的服侍，虽然有时咱真正爱走来走去啦，但是我要讲的是，伫咱生命中的故事是什么？你爱去分享。为什么？因为咱的生命的见证有什么？你看这图有你行过的路无？有生命智慧无？有信心的传承无？有上帝恩典无？是真实来假的？拢真实的啊！还是有信心无？绝对有啦！你的信心是比迄当啊信主的人更较安怎？更较有信心嘛？迄当啊信主的人伊若破病的时阵，甲信主足久的人破病有差别无？有啊！迄信主久久的人伊若破病伊若伫迄破病中间，伊就开始祈祷上帝，然后求讨上帝。好啊了，伊会感谢上帝，会更较有气力哦。啊，若迄个当啊信主的伊若破病的时阵伊若毋知影爱透过祈祷，透过甲上帝连接伊会安怎？伊会跋倒，伊会开始怨叹，伊会开始失去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常常去分享，伫咱生命中安怎样如何透过跟神的关系来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兄弟姊妹，伫这时刻，我相信你的生命的见证就是亮光啦。所以你的亮光，你的见证就要真做边仔的人甲伊讲，唔免惊，甲你的边仔人讲唔免惊。为什么？因为当你会甲伊讲唔免惊，即摆伊一定会安怎带领你行过迄个困难的路。即句话你要甲学起来。你有信心讲这个话无？即马牧师要考验咱在座所有已经信主的人。咱在座嘛有迄个当啊接触教会，有无？像幼婷，对不对？你刚接触教会，对不对？你一定很陌生，你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所有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对不对？你可能面对牧师，感觉可以很自然，可是面对其他人，你就不见得了，对吧？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陪伴，咱爱甲因引带，互因会当真实去对咱的中间去体会到，恁这群信主的人，真正无共款呢。甲你边的人看一下，你信主的人有共款还是无共款？虽然咱边仔拢熟悉但是像看像金惠这边仔带来这个伊的朋友香慧姐伊即马来第几礼拜啊？我会记你差不多3摆啊，3摆啊。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在座有真侪年长者，每一摆咱的教会有一寡新朋友来，咱就放伫祈祷中，咱就想讲，我要安怎样把握这个礼拜日拄啊好会当参伊见面的机会。你去甲伊关心，参伊做一个问候，参伊做一个熟悉甲关系连接。这个人就会因为你的关怀，伊会体会到，这个人将来过去毋捌安尼有人关心我，但是我来到教会是遮尔温暖。香慧姐，你有亲人无？有嘛？今仔日香慧姐伊若伫教会体会到主的温暖甲疼，甚至伊会愿意要去分享袂？会啊！福音要传，伊就会想要安怎？伊就会去分享啊！所以，咱伫信仰的内底，唔简单，就爱咱家己去体会到上帝。咱就爱真实讲，唔免惊。伫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上帝定心帮我找回来，这个真好的宝藏，宝藏。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有足丰富的生命经历，上帝意爱咱去分享咱所看见的问题。第二项，咱就爱建立一个同心合意的连接。同心合意的连接是什么？同心合意的连接就是咱伫教会内底，当咱进入这个迦南地，唔是靠几个人，唔是靠摩西甲亚伦，是靠什么？是靠上帝大气力，感动遮个所信的信徒，军队主的脚步，迄个目标安那，大家做伙行。所以兄弟姊妹，大叫教会，敢真正是牧师甲长老同工有咧做工的人所起造的吗？敢是？毋是咧，
是咱大家做伙共同做伙来经营，做伙来建立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吼，你若看即个驶船的即个船啊吼，顶面即个开船的即个老师傅啦，即个老师傅吼，伊若拢无要教即个新的开船的人吼，即个新开船的少年人吼，伊会容易，咱知影你若有驶过，无论是排啊，还是伫船啊顶哦，迄船啊，即下底水底敢看会到？看无，深浅看无，甚至搁啥？搁到底有石头啊无？你嘛看无。啊，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我爱钓鱼，牧师讲吼，拢会带阮坐船啊吼，啊坐这排啊，啊驶这船外机啊，啊咧哭的中间哦，阮爸爸拢会大声喊，汹汹喊，喊者阮拢会惊着，我发生啥物代志？我毋茫驶过，伊讲啥啦？伊讲遐足浅的，我讲卡有啊，爸爸你是安怎看迄种雾落落？你是安怎看有啊？伊讲看色字就知啦，吼，看色字还佫经验嘛。兄弟姊妹注意哦，驶船的人伊是老师傅，伊带少年的去行即条看袂到的路。咱的信仰就是亲像即条路，咱咧传的福音就是即条路。咱咧传的福音，就是咱所领受对上帝遐来美好的故事甲恩典，然后去传互安怎，要袂捌耶稣基督上帝救恩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当老师傅伊会知影开船，伊知影倒位有石头，倒位有暗礁，伊就会帮助即个少年的开船的有气力的安怎，将即台船安怎驶往迄个因所要行的目标。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就亲像一条大台船，咱较年长的、自深的，就爱安怎？就爱去带少年的。少年的就爱安怎？就爱有勇气，就爱有勇壮。你就爱不耻下问，吼！你就爱尊重这个年长者，尊重这个有资格，甚至因有丰富经验的人。咱毋通上过骄傲、刻稳。愈少年的人，咱就爱愈谦卑。伫上帝面前讲，主啊，帮助我，会当甲这个年长者甲伊请教。所以兄弟姊妹，咱就会当迄条咱所要去的目标。兄弟姊妹，如果教会内底，即台船，咱做伙看即个图吼，你看即个图吼。如果老即个船员呐，伊无要讲话啦，啊新的船员伊安怎？学朋友凊彩用，啊无要紧啊，靠你的经验嘛，你着凊彩。你看要安怎驶，你大概知影。啊，即台船会安怎，总会出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我感受上帝互咱的教会是爱起做一个会当伫不断地挑战的中间，咱彼此合作，教会就会当避免做无必要的灾难。所以兄弟姊妹，第二，咱来建立一个同心合意的连结。以弗所书第4章16节吼，咱做伙来读，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吼，来。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咱彼此看见，彼此连结，伫主的内底，咱对未来就袂惊吓，甚至咱会带出集体的信心跟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刚开始一月份嘛，对不对？好，才刚开始，对不对？过年、旧年还未到嘛。兄弟姊妹，咱有新的挑战。咱的挑战，咱爱做几个冒险，牧师要邀请咱。第一项，爱做祈祷的冒险。你有咧祈祷无？会晓祈祷无？还袂晓吼，无要紧。好，等下礼拜煞私底下，咱就去请教。咱去请教遐个资深的，伫教会年长者，拢甲伊请教。你莫感觉会对伊做歹势，你去甲伊请教，讲你会当教我安怎祈祷无？兄弟姊妹，咱爱操练祈祷。有每一个年长者，咱开始学习，带领一个教会，为着即个青年，为着教会一个少年人，你为伊来祈祷。你甲伊写伫你的灵修笔记内底，毋简单为你家己来祈祷。你嘛开始来为着一个少年人来祈祷，兄弟姊妹，长辈信仰的长辈，
你唔通搁家己感觉家己是爱需要人家己照顾。你爱换一个角度，年长者在座的真侪咱的长辈，我相信恁的时间安怎有较济无？会较自由，嘛较济无相款。当然嘛，还有真无用的代志，但是牧师要邀请咱唔通搁家己感觉咱是被照顾的人，咱着爱成做一个健康、教会属灵的啥的护卫者。咱透过祈祷，祈祷会知袂？操练祈祷。第二，咱伫祈祷的中间，咱着爱进入一个门训工作，门徒训练。牧师伫礼拜二暗时我伫咱即摆有一个叫秀芝姐妹伊即礼拜礼拜二开始第一节课。牧师伫咱的公报栏有刊一张即个登记表，如果你若有要参加的你会当伫迄顶面来登记。即个表顶面会当记录你所上课，你迄礼拜你上课的单元，然后你家己做一个签名。即个表会当伫牧师会记录落来。另讲你若是发觉讲，我倒一个课程敢若我无上到，拄啊好即礼拜你去看参考，看即礼拜牧师伊会上倒一课，你就会当做伙来参加。所以即个表会当互咱统计咱教会所有的信徒，咱伫门徒训练的工作。咱是信徒门徒造就的这本册这是郑国志博士伊本身伫信的道路安怎经历，伫咱要安怎通过圣经，佮通过咱所一寡基督教的很多专有名词，所以你若像咱当下来教会，你敢知影啥物叫救赎？啥物叫做顶头生？顶头生、救赎、救恩，你一定会感觉做梦呀！这是啥物物件？我到底要安怎解说？我到底要安怎了解？这些物件拢需要门徒训练，互咱有更较深的了解，咱自然就知影要安怎跟人分享。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唔通搁真做是个单纯，我有活动我来参加的大众化的活动，咱来真做一个精兵制的，大家人拢爱操练，每一个人去操练，每一个操练出来，咱会发觉咱的教会搁较臃肿。所以咱嘛爱进入一个叫社区的冒险。这个社区的冒险是啥？咱唔通强求过去牧师有一段时间发觉，敢若有人入来真好啦，但是人入来无甲伊操练就安怎？就变无够野。这个人足紧就走，足紧就离开。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伫教会内底针对咱的教会是少年人较济，还是年长者较济？拢唔敢讲，唔敢承认家己是年长者。咱是年长者较济，还是少年人较济？应该是年长者较济啦，若年长者较济，咱就爱互咱的教会换做另外一种的福音的出发点。咱会当较济健康的讲座，健康的讲座要怎做起？伫小组就会当做，会使袂？会使啊，咱若有即个校长了，伊会晓做一寡即个手作，有无？这是健康的讲座无？是哦，包含小会长了嘛咧做西拉雅文化，咱会当将这文化的物件、文化产物，伫小组当中透过分享，让人的生命得着健康当中，你就赶紧把生命的话语、上帝的真理、爱分享出去了。所以教会爱开始完成一个无相款，叫做长青福音的分享。长青是啥？就是比较年长者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会晓去分享无？当咱会晓将这个做变化，我相信咱的教会会进入一个新的无相款的阶段。所以教会就爱讲做一个跨越教会为理的地方。我们要把教会当作福音的起点。最后，我需要跟咱分享叫做资产的冒险。什么叫做资产的冒险？我相信教会，咱即摆教会外在硬体的环境应该足充足拢应该拢完成啊。但是咱要安怎互伊善加运用，这是考验我们的智慧。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已经有做看见。求上帝互咱会当看见无相款的事，就是就要安怎将福音的事工放伫祝福人的生命的中间，互伊的生命嘛会当含咱共款，拢会当经验到看见主的稳定是何等的美好。求上帝帮助咱。最后牧师要邀请咱做一个总结啦
咱要安怎看见？咱来看见，看见是要为着啥？我不怕，我不怕，能够继续有勇气的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你就要常常怎么样？要回忆上帝的恩典，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常常回忆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一起说，我看见是为了让你也能看见。所以你唔通真做，干那你看见，你干那你享受，干那你得到。好，咱的信仰生命经验，我相信会真做你身躯边的朋友，那亲像一盏明灯啊。好，讲你的故事，你有故事无？绝对有的。好，第三就是你唔通惊，不怕是为了跨过去。如果咱若游玩个惊，你看见，但是你会惊，安尼你敢行过？你行袂过。知影无？吼，明明遐有一寡水，你就是无要行过，你家己喺咧看，唔敢行过，但边仔人拢过去啊。讲你是咧创啥？我著惊啊！我行迄水下底有坑啊！吼，你想象讲迄有坑啊，但是这大家人拢行过啊。你还搁伫遐咧想象，你会惊，所以不怕是为了跨过去。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恩典，我搁讲一摆。上帝互咱看见的恩典甲救恩，毋是要爱咱停留伫咱原地的位置，是要爱咱来行入一个新的生命的阶段。所以你愿意要得到迄个新的生命无相款的阶段，求上帝帮助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通过你的话语，搁一摆来帮助阮。开启阮生命的眼界，主啊，当阮面对新的年度的挑战，当阮面对未来一寡阮还无法度通知影的冒险，有时阮感觉有时冷心倒退的时，阮恳求你圣神的亮光，搁一摆来光照阮，互阮信主久久的老信徒兄弟姊妹。阮更加有勇气的信心，会当去分享阮生命所看见的信心的稳定。主啊，帮助遐个当新进入教会的人，因为因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因为因看见阮生命所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搁较清楚知影，因嘛想要得到。恳求你拄起阮心中，阮中间。彼此的中间有侪无同款的芥末，互阮靠着主顶头心，会当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志，看清楚，你就是阮头前得引带阮生命的道路的主。主啊，阮无搁再，互目睭所看见，心内所阮所想的迄个惊吓甲限制，来限制阮所要行的道路，因为阮已经看见。看见上帝你为阮生命所做的大作为，阮要对失志的中间定心被鼓励，互阮陪伴身躯边要做未捌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恳求上帝你装备阮信心来帮助阮，互阮对神的中间通倚靠耶稣基督，通得到得胜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割活，这是真的代志。这是事实，嘛是阮通相信的事。阮嘛着应当伫这死亡的中间，伫过去失去的中间，重新来得到这个盼望，互阮的生命有顶头生的生命，继续为主跑走天路。愿上帝你嘛祝福伫阮在座的兄弟姊妹，心神有欠安的，愿上帝你亲自坚固因，祝福因，医治因，帮助因，互因定心伫主你的面头前。继续为主跑走天路，就是因爱有健康的心灵。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带领阮，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耶稣的手扶持我，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安稳的迎接。
咱做伙同心来备办心来奉献。上帝纪念咱伫伊面前备办的奉献。愿咱做伙用感恩的心，同心伫主的面前来做奉献，用祈祷、用感恩来回应主。咱做伙起立，同心来吟奉献的诗。同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听见我名，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咱做伙来做念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主权。而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7首，荣光归圣地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互咱伫主的面前，毋但会当通过主的话语，重新看见咱生命中的亮光，嘛互咱会当为主来做美好的征战，勇敢壮胆，为主跑走天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领导。